上帝就讲，要有光，就爱有光啊。上帝叫迄光做日，叫迄暗做暝。有日时，有暗暝，这就是头一日。第二日，上帝讲，所有的水要分开，而水的顶面就是穹苍，穹苍就是天。第三日，上帝讲，所有的水要结做一伙，有水的所在叫做海，无水的所在叫做土地。上帝就伫土地顶面创造大树、青草，足水足水的花，阁有足甜足好食的水果。上帝阁创造日头到月亮，日时日头就会出来，暗暝就会月亮出来。伫暗暝，上帝阁创造真侪款的天星，甲月亮做伴，伴伫天顶，这就是第四日。上帝阁创造鱼，互因伫海内底游来游去，嘛赐予这鱼讲：鱼啊，恁要生足侪足侪兄囝，互因伫海内底游来游去哦。上帝阁创造鸟仔，互伊伫天顶飞来飞去，嘛赐予这鸟仔讲：鸟仔，恁要生足侪足侪鸟仔囝，互伊伫天顶飞来飞去，飞甲真快乐哦。这就是第五日。上帝讲，地球阁爱有其他的活物，所以就阁创造真侪款的动物，昆虫、走兽，阁照伊家己的形象用图创造第一个查甫人，对伊的鼻孔喷一口气，伊就变成一个有灵气的活人，阁创造一个查某人，甲伊号做夏娃。上帝赐予阿当夏娃讲：恁要生足侪足侪囝，然后子孙换翻全地来管理海内底鱼、空中的鸟只、地球上各种有生命的动物。恁看，我将土地上一切的果子甲水果赐予恁做食物，天地之间的走兽、飞鸟。各种有生命的动物，我将青草赐予因做食物，这一切拢真美好咯。这就是第六日。来到第七日，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工课拢做完啊。上帝就伫这第七日定为圣日，咱嘛爱是伫这日好困，来教会做礼拜。敬拜上帝，这就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故事。多谢各位。